嗨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。入嚟坐低斟杯茶先。講到癌症治療，有一個畫面，相信好多香港人都非常熟悉。一個人坐喺醫院化療室，手背插住針，吊住一袋透明藥水，之後慢慢開始甩頭髮。呢個畫面喺電影、新聞，甚至身邊朋友分享入面都好常見。所以好多癌友第一次知道自己需要化療，腦海第一時間浮現嘅往往係頭髮。但堅叔整理過資料之後，發現化療入面有好多細節，大家平時接觸得唔多。例如，唔係所有化療都會造成完全脫髮。正式開始影片之前，有個廣告時間。睇緊堅叔嘅你哋，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。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，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，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？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，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，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，不斷肚瀉嘔，冇晒胃口，搞到冇精神。川渝醫學級褐藻靈，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，加上高劑量桑黃，配合治療，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，抑制異細胞達97%，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。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，認住褐藻靈呢個名，陪你走過抗癌路。唔同藥物造成嘅脫髮程度差異非常大，有啲患者治療期間仍然可以保持正常生活，亦有一套醫學方法幫助減少副作用。今日堅叔就整理5件開始化療之前，癌友一定要知道嘅事情。第一件事，化療點解會影響頭髮？首先要了解化療藥物主要攻擊嘅對象係快速分裂嘅細胞。癌細胞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不受控制地快速生長，所以化療藥物利用呢個特性抑制癌細胞增殖。但人體入面亦有一些正常細胞，同樣更新速度快，例如骨髓細胞、腸道黏膜細胞、毛囊細胞。所以化療期間，部分正常組織都可能受到影響。頭髮生長主要依靠毛囊，毛囊細胞處於活躍分裂狀態，因此部分化療藥物會令毛囊進入休止期，結果就會出現頭髮變幼、頭髮脫落，甚至全身毛髮減少。呢個現象叫做 chemotherapy-induced alopecia。化療相關脫髮。第二件事，化療一定甩頭髮？答案係視乎藥物。呢個係最多人誤解嘅地方。化療唔係一種藥，而係一大類藥物。常見化療藥包括 anthracyclines， 例如 doxorubicin、Taxanes， 例如 paclitaxel、Doxexo、cyclophosphamide、5-fluorouracil 等等。其中 anthracycline 類藥物，例如 doxorubicin， 脫髮比例較高。部分乳癌患者使用 AC 療程後，研究顯示明顯脫髮比例可以超過80%。Taxane 類藥物，例如 paclitaxel， 同樣常見脫髮，但亦有部分化療方案脫髮程度較輕，所以醫生決定療程時唔只考慮殺癌效果，亦會考慮副作用、患者年齡、身體狀況、生活需要。第三件事，化療脫髮通常有時間表。好多癌友第一次面對脫髮，最大困惑係點解突然間開始甩？其實化療脫髮有一定規律。一般情況，第一次化療後約2至3星期開始出現明顯脫髮。部分患者會覺得洗頭時大量掉髮，枕頭有頭髮，梳頭時脫落增加，之後數星期內脫髮程度會持續。療程完成後，毛囊通常會逐步恢復。不少患者會喺完成治療後約3至6個月開始見到新頭髮生長，但恢復速度會受年齡、藥物、療程長度影響。第四件事，有方法可以減少化療脫髮。近年癌症治療其中一個發展方向就係唔止控制腫瘤，同時改善患者生活質素。其中一個方法 scalp cooling 頭皮冷卻技術，俗稱冷帽。原理係化療期間降低頭皮溫度，令毛囊血液流量下降，減少化療藥物到達毛囊。部分研究顯示，使用冷帽系統嘅乳癌患者可以降低脫髮程度。例如一項針對早期乳癌患者，研究發現，使用頭皮冷卻技術後，部分患者能夠保留較多頭髮。不過冷帽唔係適合所有人，例如某些血液癌症患者需要全身高劑量化療患者就未必適用，所以需要由醫生評估。第五件事，現代化療已經唔等於以前想象中咁辛苦。堅叔覺得大家對化療最大嘅印象，很多仍然停留喺20-30年前。以前化療副作用控制方法比較有限，但而家癌症治療已經進步好多，例如止嘔藥物、升白血球藥物、營養支援、副作用監測都令患者舒服程度提高。以噁心嘔吐為例，過去化療患者常見嚴重嘔吐，而家醫生會根據化療藥物嘅止吐風險，
使用不同級別止嘔方案，包括5-HT3 receptor antagonist、NK1 receptor antagonist、dexamethasone 等藥物組合，目的係預防，而唔係等出現問題先處理。化療前最實際嘅準備，除咗心理準備，實際生活安排更加重要。第一，了解療程時間表，例如每幾星期一次，總共有幾多 cycle， 每次需要幾耐，知道安排，生活會穩定好多。第二，保持營養。化療期間常見問題包括食慾下降、味覺改變、體重下降，所以開始治療前保持肌肉量非常重要。臨床上，癌症患者嘅肌少症 sarcopenia 同治療耐受性、恢復能力有關。第三，預先處理生活安排，包括交通、工作、家庭照顧、飲食準備。因為化療後幾日，部分人會比較疲累。堅叔接觸過唔少癌友之後，發現大家對化療最大恐懼往往來自未知。但化療其實係一套有規劃、有數據支持嘅治療。醫生會根據癌症種類、期數去制定方案。脫髮只係其中一個可能副作用，而現代醫學亦有方法幫助患者管理副作用。今日幫大家整理5點。第一，化療脫髮原因係毛囊細胞受影響。第二，唔同化療藥物造成脫髮程度不同。第三，脫髮通常有時間表，而且多數會逐步恢復。第四，冷帽等技術可以幫助部分患者減少脫髮。第五，現代副作用管理已經比以前進步。癌症治療路上，資訊係一種力量，知道自己面對緊咩，準備就會更加充分。我係堅叔，呢度係癌友茶記，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，講多啲癌症路上真正重要嘅事。